對於今日下午喺大埔宏福苑發生嘅5級大火，導致多人傷亡，我感到極度難過。到目前為止，呢一場大火已經造成咗36人死亡，有279個人士係失亡，仍然喺醫院留醫嘅有19人。其中7人係危殆，我對死者致以深切哀悼，對死者家屬同埋傷者致以深切哀悼。我哋會提供一切可能支援。喺消防人員嘅不斷努力之下，現場嘅情況係逐漸受控。我係極度重視今次嘅事件。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。首先嘅工作，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，同埋救援被困嘅居民。第二係救治傷者。第三係支援善後。跟住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。